真是，把你脑子是来了把当呀，他这亲说啥意？呀，他这亲说啊，你这个朝阳干什么呀？你这个中午是真是吃谁呀？俺们我们是不是呀？不是的谁？呀，俺们哪个是婆呢？俺们这是不同的人呀，这怎么样？哦呀，俺们这就不是谁不说啊？我说，你比那个中央不是差钱，你啊，这过的呢你没啥的呀，俺们那干活的呢你，俺们那比都来些嘞，比都看的同学呢啊，呀看的呀，呀唱起来，呀看的哟噻，呀妈这些，俺给别的了中央不是家里的呀，也不是都说啊，可就是这些人你呀就不得行，可就是呀。